倾尽修为至仙袍，说升任2品仙君就娶我为妻，却把仙袍卖了换天币。我花光所有供奉给他买仙丹，他却翻脸不认人。哼！哎，你干嘛？你可知罪？下仙也只是犯了全天下所有男神仙都会犯的罪。伪造仙阶、骗钱骗情，2罪并罚。哎，那你还真判呢？我告诉你，龟丞相他堂侄的表姑父可是我七舅老爷，区区见习亲军，惹了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完了完了，那可是管扫把的神仙亲戚啊！思凡大人连财神爷都不放在眼里，还怕他？贪亲带故，蔑视律法，罪加一等，判你沦落畜生到300年，立即执行。还真判呢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在搞什么？全年 KPI 完成率100%，超额完成 KPI300%，不愧是茂才，茂才你怎么了？茂才，倒是说话呀！哎，嘿嘿嘿嘿，不愧是我们天庭最强实习生，牛！这回转正应该妥了吧？但是呢，你这人间实习课还挂着零蛋呢。选修课也算学分啊？那是当然。啊，你不会让我变成……去吧，去吧，实习生，好好享受你当豪门后妈、拯救蒋家的人间劫吧。你们是？我是你爹，你果然在装死。不就是炸了个鱼缸吗？看你那点胆子，真没用。破坏财物，残害生灵，本官兢兢业业，下个凡历劫，居然还碰上这么2个熊孩子，什么天崩开局啊！这是我家的东西，我想砸就砸，你算老几啊？喂！哎呦，小祖宗，这可是我跟你爸特意为今晚贵客准备的，10几万呢！你要砸坏了，爸爸真要生气了。你就是个后妈，吓唬谁呢？我们有爷爷奶奶，在这个家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们敢骂我，我就让爷爷奶奶教训你。妹妹，锤子给我。哥哥，用力砸，声音小。少爷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会伤到您的。你别那么紧张，小孩子就是玩玩而已，哪敢真砸？嘴上厉害，谁说我不敢？不要啊！对，就这么行，让刘总他们亲眼看看被老婆婆宠坏的小废物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将来我怀的孩子就是当之无愧的继承人。熊孩子，恶毒后妈，整窝歹毒损种，现在挂科还来得及吗？不行，我努力了300年，不能再在这小小的人间实习课上。眼下，拯救蒋家的第一步，就是确保晚宴如期举行，促成合作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，你被捕了。小少爷，使不得呀！这澳洲的龙虾刺身，这是自来水就完了。哎呦，老天爷，我的烧鸡，我的烧鸡！
谢安少奶奶，我们这些食材是特意为刘董事空运而来的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晚宴还有3个小时就开始了。蒋小轩、蒋小彤，你们闹够了吗？我问你们，闹够了没有？哥哥，后妈变得好奇怪，好吓人。蒋小彤，破坏财产、危害安全、扰乱秩序，桩桩件件都是大错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要是再犯，我就把炮都塞进你们枕头里。听清楚了吗？你算哪根葱？也敢管我？你就是爷爷奶奶找来伺候我们的保姆。本仙审理过9989桩仙凡纠纷，偷蟠桃的、练邪术的、私下凡尘的，就没见过如此顽劣不堪、屡教不改的。好话说尽，屡教不改。好，既然普通流程走不通，那就别怪我伤手段了。怎么回事？后妈好笨啊，魔术都不会变。蠢后妈的头像皮球，一脚踹到百货大楼。天尊老儿，你给我出来！本仙不干了！哎，小思凡，嘿，我的法术呢？历劫用法术要费100年修为的。你忽悠我呀！哪能啊！我最看好你了，小思凡。如果转正失败的话，以后就不能接受供奉了，要做穷神仙了。加油啊！嘿嘿。天尊老儿，等我回去拆了你的爹！既然法术不能用，那我就用凡人的方式和你们玩到底！必须赶在晚宴前把厨房收拾好。这次融资直接关系到蒋氏能否拿下教育园区项目。世界终于清静了。凡间手法怎么这么费体力？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，老婆？这就是织女常挂在嘴边的老公。老婆，没事没事，老公。蒋总和夫人的感情可好啊？希望能像您和您夫人一样。这位是刘董，融资的金主爸爸，拿下他，蒋氏才能起飞。您好，常听蒋丞提起您，希望今晚的宴会能让您满意。我一定好好品尝，不辜负夫人的一片心意。请。请。天尊老儿还算有点良心，给我分个这么好看的便宜丈夫。老公，今晚给我安分点，再敢动什么歪脑筋，我就算是跟爸妈撕破脸，也要把你赶出蒋家大门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夫妻，在你眼里，我究竟是你的丈夫，还是提款机？你不会真要嫁给蒋家那个废物二少爷，给那俩野种当后妈吧？又不是他亲生的，替他那死了的哥养的私生子罢了。我先装2年贤惠，顺着那2个老不死的意思，刚好
把那2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养废了。蒋氏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我要吃冰淇淋！我要吃冰淇淋！我真要吃！你们今天已经吃了3根了，是想去医院吗？我就要吃！来，起来！谁叫你们这么撒泼打滚的？哎，蒋成，小孩子哪懂这些？你凶什么凶啊？是啊，蒋总，小孩子想吃你就让他吃呗，这么哭会哭坏的。要不就买根小点的，让他们慢慢吃。还是你有耐心。我最喜欢小孩子了。特意纵容，意图养废嫡子，侵吞家产，人证物证齐全，动机明确，简直是恶毒后妈的典型案例啊！你还算是有自知之明。忘了，后妈现在是我。刘董手里握着全国教育市场的投资权，今晚关系到蒋氏的未来存亡，要是你搞砸了，你就打包好行李，自觉滚出蒋家吧。等，现在本案情况有变，这些事情都是我之前所为，与此刻的我无关。我保证，我现在绝对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就凭你口中的这句重复过无数次的空话。口说无凭，事实为证。我保证，我今晚我会当场向你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。蒋总好福气啊，娶了一位贤内助。你满意就好，我们做的就是教育机构，自然更看重家庭和睦。说的不错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签合同。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，我肚子好疼。我肚子在跳广场舞。没事吧，刘总？刘董喝多了，这旋律，这节奏，美妙至极啊！没事吧？来，让我亲一个。不好，他好像是食物中毒。于思凡，你干的好事！不可能，每一个环节我都检查过了，没问题的。怎么会有没炒熟的见手青？少奶奶，这好像不是我们准备的菜呀。这明显是后来才放进去的，到底谁干的？快点，后妈，惊不惊喜？敢关我，我偏要给你点颜色瞧瞧，让你知道这个家谁才是老大。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躺板板。刘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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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刘董，是我们管教不严，这2个孩子闯下这样的大祸，还请您原谅。你这管教不严就想结果，你做的可是教育系统。家里有2个这样的熊孩子，市场怎么信你？家长怎么信你？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
刘董的事怎么样？现在蒋家面临融资大危机，小轩他们成了董事们眼中的罪魁祸首。你精心设计的局，满意了。首先，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制止他们捣乱了。其次，我现在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是真心希望蒋家，希望你们好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为什么我会想要信呢？董事会都闹翻了天，废物玩意儿，你到底能办成什么事？您这话说的，果然，在我面前装明事理，在爸妈面前演温情，有点不明事理了。剑手青是蒋小轩、蒋小彤放进去的，加上我的疏忽检查，才会有这次的事情。他居然在为我说话。我会亲自带着小轩、小彤去跟刘董事道歉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让2个孩子去道歉，亏你想得出来！爷爷，后妈还欺负我们，她关我们小黑屋。于思凡，你疯了吧你？还有你，眼睁睁看着他们2个孩子受委屈，事事不成器，连家都管不好。对，怪我。反正这个家，无论谁做错了事，都怪我。那当然，你们是父母，就责任承担义务。不管你是跪也好，求也好，总之想办法把刘董哄好。够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凭什么让蒋成承担？够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凭什么让蒋成承担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妈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不用拿旁人撒气。你大哥如果还在，绝不会让家里乱成这个样子。对，我永远比不上大哥。你还委屈？看看你从小到大都做了什么，忤逆父母，一事无成。废物！偏心的爸妈，不听话的孩子，胳膊肘往外拐的老婆，破碎的家，这豪门2公子过得也太惨了吧！小轩、小彤是你大哥的亲骨肉，你大哥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就不能多看顾他们一点？1天之内把事情处理好，否则我拿你10问。明天跟我去跟刘董赔罪。不行，不是你的错，你为什么要承担？纵容孩子是错，逼你承担更是错。你怎么？你就当我摔了一跤，把脑子摔好了。这件事情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。嘿，这是北欧进口魔法糖，只有最勇敢的孩子才敢吃。好冰，好辣！忘了说了，这个糖啊，如果坏孩子吃了，声带会分泌特殊物质，然后就会失声。说，谁是下毒蘑菇的主谋？毒蘑菇是我扔进锅里的，不关妹妹的事。我跟哥哥一起做的。这熊孩子倒是意外的护着对方。好，勇于承认错误，很好。跟我去道歉，我就把解药给你们。道歉去！道歉，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。于夫人，我并非想要难为这2个孩子，但是毫无诚意的道歉，我看不出你们蒋家的家教。你才没家教，你们全家都没家教。你才没家教，你们全家都没家教。坏后妈，你逼我们来，让我们受委屈，我要告诉奶奶。蒋小轩、蒋小彤，
刘董，对不起。以后别让我见到这两个熊孩子，你也不允许过来打搅我。走开！薄荷糖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教育需要策略，可惜我的策略好像失败了。多谢。维护公平正义是我的职责。也许他真的变了。怎么第一波实习就这么难？于思凡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把小轩他们推出去道歉，惯子如杀子，您这样护着，轮不到你教育我。当初让你进蒋家来，是觉得你能照顾好这两个孩子。如果做不到，就从我们蒋家滚出去！滚出我家！滚出去！滚啊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想认我魏杰身先死了吗？有我在，谁也不能赶他走，谁也不能赶他走。小成，你为了这个女人，连你大哥的孩子都不顾。好，我这是养出了这么个白眼狼。叛徒，滚出去！这是我的家。爸妈，思凡是来教孩子们英勇的承担责任。如果大哥还在，他一定不会希望小轩、小童变成仗势欺人的纨绔。妈，刘华，怎么了？我喘不过气，非得把我们个个气出好歹来，你才安心。当初要不是你嚷嚷着让你哥早点回来，他也不会。看来这大哥就是蒋家的白月光，攻破偏心的没边，蒋成对他有愧，豪门恩怨的狗血剧情，这不就齐活了？奶奶别生气，都是那个坏女人害的。我要发朋友圈，让所有人都看看坏蛋的真面目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按照你妈说的做？妈！阿成，妈，你醒了？有没有哪里还不舒服？比起身体，我心里更不舒服。阿成，你还记得你大哥临终前说过，要你照顾好小轩、小童吗？这两个孩子可是我唯一的念想，谁都别想动他们分毫。只要活着一天，你就要为你大哥的死赎罪。婆婆吃药喽！你还敢来？啊，我这病了吗？我看您这精神头不错呀。妈，这看着还像病得很严重的样子啊！哎，你赶紧走，你在这儿再打扰伯母，一会儿他又该说你不孝了。走。蒋成，蒋成，走。你妈是装的，我看到她晕倒之前偷偷掐自己的虎口，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虚弱一点。天庭审讯犯人的惯用伎俩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每次我想和他们好好谈谈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这样。他们知道，只要一提大哥，我就会按他们的意愿去做。好常见的豪门脆弱男主设定。收起你可怜的眼神，我不需要。可怜你？就这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放心吧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那个，我去看看孩子们。看来这个废柴丈夫还有救，和他结盟才是整顿这个家的突破口。还是奶奶厉害，坏后妈完喽！就是。可惜啊，你们奶奶现在在医院，你们两个落在我手里了。坏女人，你和蒋成两个白眼狼，气病了奶奶，还要来欺负我们。蒋成是你爸爸，再让我听到像你这样没礼貌、作威作福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他才不是我爸爸，我欺负他怎么了？这是他欠我们的。少胡说八道了，你有证据吗？
当然有，不信你去他书房自己看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过生日，不该催你回来。所以他大哥是为了赶回来过生日才出事身亡，怪不得。谁叫你碰这些东西？谁叫你碰这些东西？你大哥他……滚出去！现在马上！你大哥那么爱你，可你呢？每年都活在愧疚里，逐渐看着这个家乌烟瘴气，这就是你纪念他的方式吗？真是无可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这会儿又知道疼了，刚刚砸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？我说了能改变这一切，你也不想这个家一直这样，对吧？结盟吧，让小童、小轩还有这个家好起来，也让你大哥能安心。好，我们结盟。少爷，老夫人这病什么时候该认错的认错了，自然就好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一时半会儿都回不来？少奶奶要有心，不如赶紧去医院看看。既然老夫人病得这么严重，我们一定要带她去医院做全面的检查，一定要好好休养，多住几天院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耽搁了病情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真是天赐良机啊！整整1周的时间，够我们好好教育那2个熊孩子了。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恶心死了！那个，你说趁这个时间好好管管孩子，怎么管？现在，我宣布一个沉痛的消息，因为你们2个，焦黄和刘董的合作，蒋氏集团正在濒临破产边缘。哦，哎，股票跌停，银行催债。哦，对了，下周的迪士尼之行也要取消了。爸爸，你别装了，咱奶奶有的是钱。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开始变卖家产了啊！少奶奶，这个是法国空运来的。经董事会决定，即日起辞退管家，节省开支。经董事会决定，即日起辞退管家，节省开支。看见了吗？管家都顾不起了。还有这栋别墅，明天就要挂牌出售，我们今天就得搬去。搬去那是什么？快！城西那个城中村啊！去你的吧！第一步，铲除帮凶；第2步，破产计划启动。出了事我担着，大不了再被赶出去呗。我要出差几天，家里
就交给你了。他这是默许了。接下来，好好享受你们的破产生活吧。好臭！这里是下水道吗？新家徽第1条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洗衣、扫地、收拾碗筷，全部自己搞定。放我走，不然我打电话让警察来抓你。打呗，需要我帮你拨110吗？刚好让警察叔叔来看看，两个能把家炸了的混世魔王是怎么承担后果的。恶毒后妈老巫婆。我出去买菜，回来检查，不合格的话，今晚的动画片免谈。不合格的话，今晚的动画片免谈。检查个屁！等他回来，我要他好看。哥，我们是要一直待在这个破地方吗？这破地方闷死了。走，哥带你去见见世面。小朋友，买玩具吗？小车，来看看，来买个玩具了，小朋友。你看你是相中哪个了？这个我要了。这个35。知道了，回头找我爷爷蒋建国要钱，他你知道吧？讲什么？我要这个，要最大的。好嘞，小丫头，20块钱。快点呀，磨蹭什么啊？要是做的不好吃，我找我奶奶找你算账。讲什么？蒋建国。讲什么国？蒋建国。我不知道是谁。你推我干什么？碰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哎，你这小孩怎么这么没教养？你不给钱，别碰我东西。难吃死了，给我重新做，不然我让我奶奶把你摊子全烧了。你这小丫头怎么这么坏呀？小孩，哎呀，哪家教的呀？我害怕，我要回家。怎么这样啊？这么小气啊，这么坏！你们知道我爷爷是谁吗？我管你爷爷是谁，没钱需要碰我东西。就是啊，这偷摸抢的，谁教的呀？这是惯坏孩子的，真没家教。一看就家人惯坏的，快叫他们大人来赔钱。啊，哟，这不是我们蒋家大小姐大少爷吗？哟，这不是我们蒋家大小姐大少爷吗？你就是他们家长啊？怎么教育的孩子啊？赶紧赔钱！没见过这么严。哎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，我没看住。飞机35，桃花20，对吧？给叔叔和爷爷道歉。道歉。不道歉是吧？那你们就在这一直站着，反正让大家看一下蒋家的大小姐和大少爷是什么样的家境。我丢得起这人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算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，刚才不是挺行的吗？只会这个呵斥那个，现在怎么怂了？看清楚了，在家里，所有人捧着你们，让着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厉害，是因为你们姓蒋。离开了蒋家，谁认识你们呢？耍横，威胁，这样只会让人笑话，让人看不起。你们就想活成这种人见人嫌的样子？要你管，还挺有脾气。那这样吧，今天赔出去的钱，自己干活赚回来，洗衣服、刷碗、拖地，明码标价，干完抵债，干不干？干就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对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好，有志气。
那么在这之前，所有的游戏、零食、零花钱全部冻结。我看好你哦。扫地5块，擦桌子5块，干完活抵债。在此之前，零食会永久封锁。看起来好脏啊！蠢死了！你看我的！小少爷这个地扫的真是气势磅礴呀！不知道的以为你在炼丹呢，看来离自力更生还差得远呢。哥，我好饿，我好像闻到红烧肉的味儿了。嘘，这锁的也太结实了。哦，我白天侦查过了，小卖部的胖老板每天都会把卖不完的面包放在门口的箱子里，说是留给有需要的人。哥，我们是要去当乞丐吗？哥，我们是要去当乞丐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等我们以后有钱了，别说是一个面包，我把整个小卖部都买下来送给他。哥哥最厉害了。嘘。怎么偏偏今天没有？耍我们玩吗？哥，我饿得走不动了。你们饿了吗？这个分给你们吃。看起来好脏。我叫妞妞，你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要你们了吗？胡说八道！我们才不吃这种猪食，我们才不是没人要，我爸妈就在家里，他们天天管着我们，烦死了。有人管着多好啊！我爸妈出去打工3年没回来了，我都快忘记他们长什么样子了。平日里嚣张跋扈，原来底下藏着的也不过是2个怕被丢下，想拼命证明自己有人疼的小可怜虫。捅破那层虚张声势，倒比想象中更容易。那个碗上油渍还没擦干净呢，仔细点儿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要用的。哎，那边啊，墙角那边还没扫呢，仔细点啊。进度缓慢，但至少没在掀桌子。奖惩？小轩，小童，爸爸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救救我们！这个坏女人她虐待我们，逼我们干活。碗洗完，地拖完，干完活才能走。江总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视察工作还是心疼了？你就让他们在这种地方做这些，不然呢？
继续让他们在几百平的衣帽间打滚，被溺爱，直到败光蒋家的所有财产。蒋超，有些事情光靠支票和保姆教不会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你们犯错被妈妈罚，我就和你们一起。小彤姐姐、小轩哥哥，这是我奶奶烤的红薯，可甜了，你们尝尝。你是谁呀？是小轩哥哥他们的叔叔吗？他才不是叔叔，他是我爸。我去洗碗。他才不是叔叔，他是我爸。喏，给你2个小宝贝拿去，就说你买的。为什么是我？你傻呀？这可是一个刷好感度的好机会。你想呀，我刚才刚给他们唱完白脸，你现在去唱红脸送温暖，这叫战略性父爱投放，懂不懂？于思凡，我以前真没有看出来，你挺有一套的。但是，你不想跟他们培养感情吗？我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等我力竭完，就跟你们一家拜拜了。难道你……哎呀，因为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服了他们，我当然就能跟着鸡犬升天了。你的睡前图不会是孙子兵法吧？哎呀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给他们送过去，快！快去，快去！当当当当！蒋总特批，鉴于蒋小轩、蒋小彤同志在近期家务实践活动中表现尚可，特此奖励高级甜品2份，鼓掌！等等，我问你们，昨天是谁看到你们2个饿得眼冒绿光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分给了你们？现在你们的面前有这么大的2块蛋糕，而妞妞呢，可能连见都没有见过，你们打算怎么办呀？这也就刚好够我俩吃，凭什么分出去？看来咱们蒋大少爷是打算有福自己享，有难别人当啊，这也太不爷们儿了。我才不是，我拿去跟妞妞一起吃。给你，我可不是特意给你带的，就是吃不完。谢谢。齁死人了，糖放这么多。你吃，我不爱吃酸的。看你女儿，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，谢谢。听说于思凡那个女人最近又惹事，看来蒋家少奶奶的位置她是坐不住了。那种女人怎么能跟赵小姐您比？停车！小童，你怎么在这种地方？宝贝，你不会被坏人给拐带了吧？事后妈说我们家破产了，所以搬到这里来住。什么破产？蒋成的老婆在搞什么鬼？公司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告诉阿姨，她怎么欺负你了？阿姨替你做主。她没收了我的娃娃，还逼我吃难吃的饭菜。阿姨，你可以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吗？你放心，阿姨呀，一定会救你的。